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nd-to-End 框功能教學嘅第3彈。今日我哋嚟探索策略社區嘅另一個功能，策略對比，助你精確對比唔同策略間嘅每個細節同優劣。首先進入策略社區模組，切換至策略對比子頁面，點擊搜索策略生成對比報告，輸入策略 ID、名稱或者作者，即可一鍵搜索。若果對策略信息唔太確定，可點擊去策略社區添加對比，喺策略社區揾到想對比嘅策略，並喺左上角勾選。返回策略對比頁面之後，喺對比設置區域，你可以靈活選擇特定時間區間或自定時間區間，仲可揀港美股6大主流指數作為對比基準。設置完成之後，點擊開始對比，結果將即刻呈現。整個報告包含以下7大模組：收益對比，以直觀嘅圖表同數據展示選定時間週期內各策略嘅收益走勢同比較；區間對比，聚焦特定時間段嘅數據表現，細緻呈現差異；多維對比，自由選擇 X 同 Y 軸指標，以從唔同維度對比；動態回撤對比，展示週期內各策略嘅回撤情況，展示風險管理能力；月收益對比，逐月展示收益率，清晰展示月度表現；年度對比，呈現自然年度內嘅各項數據，適合長期投資分析；週到每月度漲跌對比，以週或月為單位對比，詳細比較波動情況。睇完報告之後，可將結果以截圖或者 PDF 格式保存，亦都可儲存至賬戶，方便日後隨時查看。恭喜你已經掌握策略對比功能嘅使用技巧，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不定期更新 End-to-End 框功能介紹，敬請關注 End-to-End 框你嘅港美股 AI 量化助手。